槟榔外口包的迄张叶啊，就是老叶，是屏东县主要的农产品之一。伫咧屏东呢，就业者研发老叶烟肠，所互人罚款，是因为研究报告指出，这老叶将有可能影响到查甫人生育功能，依法是袂当使用的食材。卫生局才会依照违反食安法，该罚6万块。烟肠放伫店内底煎，香味真吓人，袂少人食介意食。屏东业者研发老叶烟肠，将烟肠切开，内底切屑就是老叶。屏东县卫生局算以违反食安法，罚款6万块。原来是因为老叶是袂当使用食材，业者表示讲，明明老叶是摕来包槟榔，是安怎入菜就违法，伊无法度接受。这我知道，我们就不要去做了啊。是，我们也不用去推广了。了解。这样子会触法。是老叶还是艾草，还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月桃叶哈，都是属于地方创生很重要的一个产业，都具代表到了民俗的历史背景了哈。另外，马替业者讲话，表示这位互人罚款的业者本地就是种老叶，为着产业转型，才研发老叶烟肠。屏东县卫生局回应讲，因为老叶并无安全认证，伫农业部研究中，可能会影响到查甫人精子，规定是袂当食。农业部农研所有针对这个老叶去做过研究，那目前它的比较安全堪虑的部分是会对男性的精虫会有影响。截至目前的报告是这样。卫生局指出，甲老叶同款，拢是非传统性食品原料，佮有夏草做成草仔粿。另外，月桃叶仔嘛用来包装，不过因为因毋是直接食，安尼就无问题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